在当中伊7加1上映，我知道也係嘢當好嘅時光係安樣時間，因為像我7加呢，我像頭擺嘅時間哦，較無按無限嘅時間，我差不多1個禮拜清楚我先1日2日7加1加比糖，然後看書啊，用電腦啊，思考人生啊，思考乜嘅東西啊，我知道也係嘢當享受嘅事情，不過唔是去。插批面講，我要什麼嘅，我要什麼嘅，就愛7加1時間就好。所以摸起咖啡糖是魔法不考慮7加1時間。常常講這唔得去壓死，我比較國際一點。好啦，你嘅鄉親朋友啊，用人愛徛面台灣嘅壓啦啦，當做去壓死啦。台灣傳統嘅點心那片唔好。台灣點心最好食好冇？其中好食咖啡啦哈。好像是口人㗎，主題唔係記哈，唔係記它的那個 international 部分哈。立榮來講一下，7加因為做些好冇問題嘅起見，按用起老7加相處應該動到時間係咪？係，最近動到時間是係因為我掠下係老我男朋友帶，所以平常時咪冇看人強下。韓國幾個廣州有可能啊，叫博謙的朋友去幫你看一下。卡都講得美聲音。喂，這個辦國體的。動強。我們去做些過後，當忝嘅時節，當開嘅時節。哦，也係老人告別過後，哦，都當是合一晒。意思就係給他應酬先到，給他應酬。寺廟講。就會買一罐麥酒做個茶。哦，看電視啊，撈狗嘅狗啊，韓國有最重要嘅就係上有乜嘅。太條路好做啊！哎呦，那上就動同意咧。每日嘅壓力已經動態呢，因為金蛋場那你強同輩分的人按用應對，高背，你還要應對人戲台音呢。嘿，你爸爸媽媽該只社團地位多，全部吼60人歲、70人歲、80人歲，全部喊喺心上呢。委員。上下有乜嘅太條路好做？伊用上嘅是做得啦，往前係個目的度，乜嘅是要半夢後驚，係冇？嘅家人來講下，最好乜嘅時間然後自家相處。我做事嘅時間最好一3年，因為呢，迄個大家叫我做事嘅時間，我就想去打水鼓，無就想去行種白橋，聽用水嚟生。冇辦法專心誒，故所我就會開始神遊，因為大家在磨合的時候，我就會。開始神遊，故所迄個捱1、3年嘅時間就會動有效力。你捱滿年，你下上去大家叫下來做事，跟人家下啲那邊。點解不卡面衝當？我記得下幾間面衝當啦，跟你哋下啲人已經係做乜嘅都。你的肉身啊，梗係健身啊，梗係練寬啊，你下左就轉到，梗係讓位水簾洞嚟打。靈肉分離。來問一下立榮，你自家最好，然後自家相處嘅時節係乜嘅時節？我老你兩三冇強弱，我係照新嘅時節，因為平常時我睡下暗。睡下久啦，係睡下久啦，是為有上司就得下早紅嘅時節，是為是到冬天哦，根本佢都早紅，所以紅起來泡一杯咖啡，泡一杯咖啡，韓國會寫日記啊，冇時冥想紀念，所以用嘅時機是為是到淨化心靈。更強切咧，好冇？我早晨都會按用，因為上有乜嘅。你面不愛用嘅是？我愛用。係較太嘅木嘅，太嘅茶。唔愛用嘅。你根本平啊！最唔好1、3年嘅時間，就係呢張失戀嘅時間。哦，這艱苦都會死。你會吃到幾隻沙飛？幾隻司機？幾隻二係唔識嘅，幾隻二超都諗係作對啦。就連嘅外省人都冇中意愛，係，因為呢，你幾時失戀就會感覺出來幾件1、3年。我幾陣比最惱你，因為佢係外省人。我有件係冇嘅，嗰時候就感覺同艱苦啊，就同慘嘅啊，同採購啊，係呢1、3年，因為我咪係1、3年係看嘅前因發文，哦，激痛嘅啊，老馬實要出現，又咪看到就捱咗劇。就唔爽手，係故所呢失戀嘅時節，真係總得1、3年，一定要老朋友強化出去啊，打嘴鼓啊。尤其這個過節嘅時節吼，無人便宜做盤，即係當上愛叫唔掂嘛。像佢剛剛講嘅所有嘅建議嘛，做生意也對啊。半夜班啦，係半夜班。可以啦，好唔好？韓國愛做聖誕節啊，對啊，韓國嘅跨年嘅時節。
完全蒙影。然后一个情人节，然后如何嘅情人就是树田树，那个情人的那一片。情人节其實杭州的，單身就算嘞，就算嘞。但是跨年、聖誕節也有東西，這年大家歡喜嘅時節，就愛向下出去了。後來也要建議你們，你就用下啦。我講嘅也有人啊。哎呦，你要咩有人啊？请你们看一下嘉玲，看一下嘉玲。跨年都在睡觉。我以前上一起唱歌是喜酒，去哪里吃呢？英都。哦。去參加同學嘅婚禮。唔講咧，英都人咧，佢啲細妹帶嘅 visa， 到嘅細奶帶嘅 visa， 誒，很多迎親有冇？我英都人會跳舞。哦。就500公尺廳。大八點哦。係唔是500公尺廳跳3點鐘，如果忙到就勁跳。你來跳下。好忙嘅，所以講咗。我會衝掉，因為跳暗叫，我再去當學。你想講，唔講我點解跳舞？古時我又冇8歲，我就問佢講，排泄，佢有水做係什麼？佢講佢都要準備涼水，乜解涼水咯？佢就按嚟比個扁水。有一張蛹，蛹妹妹，佢喺眼用再去試下呢個，用東西夾，冇用東西夾，其他人就吃夾按嚟骨跟練骨頭啲事，係間接接吻咧，唔必神咧，唔必神啊，真嘅會嚇死。你愛用吃夾色咯？冇，當面係就嚇，踩一些冇辦法嘅，踩一些就會跪到去天嚟按嚟死。跟高陽貴如呢？這有同真人講誒。其實哦，我而家座右銘哦，我每到主區嘅路況。就會在麻將桌上，因為麻將係會按照麻將靠，因為我係當中23年，我麻將總得23年打過到嘛，最少係13年3圈以上用落呀，所以我麻將嘅朋友當男情呢種嘅，因為係標準動作，譬如我打鐵慢嘅。總得，假使用呢個大師姐咯，講太多嘅廢話的嗰種總得，還有上到凍結咧，總得，佢哋標準。你估數你到到嘅阿小鳳還有好心都董事問引導。冇，真係不得已之選。我吃到一上嘅好處就係懂吃油，有上時會冇做上岸嘅行嚟行去，沒冇咩嘅呢，對啊，方面啦。做唔對，冇乜看嘅。唔過壞處就係喺個一上嘅啲地都不卡地都死體，咩冇用地，因為我有一擺去我朋友不卡帶，佢送。佢死體咧。冇，當空天當空佢送班咧，但係我一撒啲偏手，結果砰，個門就按嚟鎖去了，佢就單嚟打唔開，因為佢屋主落個鎖條掉。電動，佢鎖喺電我背，手機冇帶，你以為我係坐牙齒冇帶手機哦，所以人家就拿個沐浴乳，留個門緊扣到四孔安尼，像針子安尼，緊打出去。因為我自己係唔會潮水嘅人，我係我冇愛會潮水，嗰時對我嚟講，我做啲水控嘅發通啊，係一種勇敢嘅事情，係嗰時我就會動上一生人去潛動到水控嘅發通啊，嚟去挑戰困難。不過你會先學潮水，我就學潮水，但是唔是好難，因為嗰邊都有教練嘛。不過因為成日學潮水，睇咧就唔會降水啊，你都睇人看還會降水，都帶唔會降水，但唔會潮水。哦，係唔會降水。是什麼道理？我聽不懂。就唔會降水，但係滴水啊！啊，滴冇乜嘅滴水。你不知水。好啦，我很水。好，謝謝。我因為係歌手啊，所以有機會一三年去東演嘅外國即個做演出。印度做的，我聽錯咩？剪嘅那個有咩嘅？你聽錯嘟落去聽錯同學說都有靈感嘛，所以我希望異國嘅感覺，假使做得去改編表演客家歌曲，哇，講真嘅，夢想。你嘛做得背到天堂去啊？
要做对了。你愛睇窮，係嘛？係啊，反正我成年要做地交通啊。因為你覺得我成年上都記得按上場。係，我聽說會帶我喜歡嘅音樂。老師妹。睇上股，要加睇價高。